豆包你怎么看下场比赛？先问你觉得豆包说对吗？元宝，说你的意见。这防晒衣很厉害，好不好看？咱都买，是我乖刷卡，咱都吃。小了，大点，放个500，太小。早点睡觉，早开球。以前世界杯都是半夜去酒吧，现在大早上的我们去吃个包午饭。精致点啊，咱这有个精致面包。走，把你杯钱，刚好上海他们最近有早安世界杯碰杯送一杯活动，把你最奇特的杯子带上和店员碰一杯，就能免费赠送一份百味无穷的早安观赛套餐。走吧。这也太大吧？让我带个小点。只是小一点啊。先看足球海报，这样来一张。倍儿甜，倍儿顺，倍儿准。必须的，来个巧克力酒心风味面包，还是足球形状的？那我要这个酒心风味足球面包。管杠。早安世界杯。早安世界杯。谢谢看球喽。应该再问一下有没有一星。有道理。